你多少钱？没在家没人猜啊！要是小了呀，这对要到年嘛那对了，你来的要你带呀，你说多少下个来了？一不恐怕带给公家那活了。กู要你带的店啊！กูต้องใช้กู用มาปลาชนะ用กูต้องใช้ถึงใช้จะตกกูใช่ปะ我怎么有给你交回来？你找到了？就干嘛去？找到了才是你家里的活了，这里活了，这个叫活了，我活的，我活了。老。你多少？对吧？毛巾呢？你头先那个活动单，哎，毛巾点嘛？莫生哪个多少？只有你交到古里面才到了了。要哥，你看，现在都把都交那种钱到了。你，到，等到都接到这我那里呢。哎呦我讲呐，走路姐姐路公母路是啊，要讲。哦，哎，怎么有你晚来的是？哎，一个你不好练，一个你不好带，哎，我讲呢。同桌嗰啲喺度講呢，個樣哋個熱咯呢，太了，但係只木住木啦木啦，只個就係開個鐘係攞只台做啲啊，但莫到那股就估啫，勁到我啦。幹嘛？